个风台明仔下晡的4点，大约是这个时阵，可能会为花莲以南的陆地来登陆到台湾。气象专家讲，这个风台伫挖进台湾的过程当中，也阁会愈加愈大颗，这个强度嘛会阁继续来增加。到时阵超大风、超大雨，恐惊全台湾各地头拢无法度走险。海涌真大，一波一波拍到肉粽角，一个海涌悬超过4公尺。空雷风台今日早起8点转做强烈风台，华视新闻采访团队大声带您来看。风呢已经变得比较强劲了，可以观察到呢浪花是卷得非常的高。气象署观测呢，其实在台东的沿海呢已经有4米的浪高。风雨是继续在变强，影响是愈来愈明显。嘛因为空雷是一粒大口袋，千万唔通看了无点。明天的下半天中午前后到傍晚，它的中心就有机会登陆到花莲以南的陆地。大风雨是全台有感觉，专家指出，根据观测的资料，风暴范围可能超过2015年的苏迪力风台，也是1996年后壁以来范围上大的风台。这样子纵贯的话，会直接跟中央山脉产生很大程度的摩擦跟撞击哦，所以说它的环流应该会被破坏得非常明显。过到西半部这个地方之后，应该影响会小很多，还是要注意强风的状况。专家嘛提醒，在空雷接近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继续增强。而且照目前的路线，虽然无罕的看，不过即马是秋天，为东部登陆的风台，恐惊会比热天的影响更加强烈。大陆冷高压所带来的东北季风，然后再跟台风的这个外围环流混合在一起。秋天的这种台风，它的半径的这个范围，其实通常很容易都会比夏天来得大，因为它范围大的关系，所以它影响台湾的时间也会拉得比较长。强烈风台空雷风暴半径大，全台大风雨是闪袂去，甚至是挑战今年的风王，影响的时间嘛有长，请民众就爱做好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